每年的1月13是总统大选的投票日甲开票日，讲民众党的支持者抢到开票当天，赖清德竞选总部头前北平东路的路权，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结果即摆讲相关的申请，互台北市政府取消了。民众党痛骂讲这是政治迫害。蒋万安回应讲这是依法行政，而且这个是瓜市府的任内所定的规矩，都是为着维安甲避免着冲突，所以路权的申请由新港处甲警察局做伙来审议。讲去年台北市长的选前之夜，嘛是因为考虑着安全，有甲路权来取消。台北市北平东路民进党党中央头前，一直拢是民进党总统大选开票支持者群聚的地点。因过指控指出，这个地段伫1月13选举当天，所互民进党的支持者抢先申请。上线的发展，台北市政府不会申请。依照活动的内容来决定要不要准许集会游行，这正是过去威权时期打压人民宪法所受保障。集会游行自由，大家所最痛恨的事情。我们所有的机关都是依法行政、依规定来进行审查，绝对不会有任何政治的考量。感情者是打压，蒋万安强调这是国政府定落来的机制，为着避免冲突，由新港处和警察局同齐审议。中正一分局是回应，考虑到当天是开票的日子，为了维护各党派竞选总部的安全，也有以防无共立场的民众发生冲突，所以驳回这个路段。台北就会赢。过去其实，去年台北市长选前之夜都有路权去互取消。当时，民进党先抢下北平东路的路权，随后国民党想要抢双车路迄条小型北街，不过因为考虑到安全，哪样申请去互取消。但是当时如期举办，蒋万安是改到新生南路，选战的声势是真重要。活动会场地理位置会当徛偌济人，这拢是关键。如今6百阵营拢要抢北平东路，路权的争议恐惊是会继续摊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